各位兄弟平安。今仔日是一个特别的主日，今仔日是母亲节主日，今仔日当时也是纪念主耶稣基督上天的主日，所以咱伫讲道的头前，咱先来搁一摆准备心来祈祷。特别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用无共款的日子，成做阮的祝福。互阮伫纪念的时，搁一摆回想生命逐项的宝贵甲丰盛。主导我们伫你的面前献上阮的心，愿你感纳，也愿你用真理的话语，互阮听了明白，搁赏赐阮开那个智慧，照你的心意来行，得到你的欢喜。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们。今仔日是一个足特别的主日吼，因为今仔日当时是母亲节，也当时是纪念耶稣基督上天的主日，所以伫遮咱要做伙来思考，这两个主题到底对咱有啥物重要的意义？今仔日是母亲节主日，今仔日也纪念耶稣上天。其实今年2024年纪念主耶稣上天的日，是放在这个5月初9吼，5月初9拜四的时阵，今仔日是纪念的主日。10天了后就是圣神降临节，也就是五旬节，也就是教会的生日。迄天彼得报道，甲这个门徒做伙翻译伫各种的方言内底，就迄天有3000个人受洗来起造耶路撒冷的教会。通讲，圣神嘛是生育，嘛是养饲咱大汉的咱的灵性生命的母亲，吼，咱灵性生命的母亲。所以伫今仔日，咱纪念每一位母亲因的辛劳，也纪念每一位伫咱的家庭内底扮演母亲角色的迄位，无论是咱的父代母职的爸爸，有一寡爸爸父代母职，也是讲迄阿公阿嬷。也是讲外公外妈，也是家庭内底其他的长辈，因拢伫扮演迄个母亲的角色的每一位，咱拢伫遮当时来纪念伊，也求上帝继续来加倍祝福伫因身上。今仔日也要透过圣经，咱做伙来搁一摆了解上帝的疼，了解母亲的疼，也了解怎样起造用基督做中心，基督徒家庭水的关系。就先咱要对圣经来看，上帝到底是安怎创造人类，甲创造人类的关系。其实上帝是照家己的关系来创造家庭，这个人类上基本的关系。咱看一段圣经伫创世纪内底，上帝怎样创造人类？伊安尼讲，伊讲。咱就照咱的形象，照咱的款式做人，互因管理海里的鱼、天顶的鸟、地上的精丝甲野兽，以及伫地上得爬的动物。这是上帝在创造人的一个观念，一个前提吼。这内底有一个足趣味的字，叫做“咱”。咱是啥嘛？咱就是爸囝圣神三位上帝家己。所以是上帝家己内底的对话，讲咱做伙来创造人，咱参详来创造人，用什么款的方式啊？用上帝家己的形象甲样式来创造人类。毋敢若是安尼，上帝用家己的形象，用家己的样式来创造人类，其实伊也用上帝彼此相听和谐的关系来创造人类的关系。所以圣经安尼甲咱教示讲，上帝就是听约翰一书第4章第16节，所以咱着彼此相听。上帝是听，上帝听咱，上帝爱咱，彼此相听。这就是听的一个重要的价值伫圣经的中间，毋是干那安尼尔。咱若去想耶稣甲上帝的关系，伫咱后壁即摆的即个克西马尼园的祈祷，其实伫迄个祈祷内底，伫马可福音14章36节，耶稣称呼上帝叫做阿爸阿爸，伊讲阿爸阿爸，若是会当就将即个苦杯刷开，若是袂当就照你的意思，
毋好叫我的意思。阿爸阿爸，阿爸阿爸是幼稚的囝对伊的父亲的一个称呼，所以是一个爸囝的家庭的关系。头拄仔咱所读的主教是咱的祈祷文，也安尼讲。主要所教是咱讲，咱伫天里的爸，上帝是咱天顶的父亲，是咱天顶的爸。所以，咱对即几位的圣经，咱看到的足重要的教示，就是无论是啥物上帝因彼此中间，也是上帝甲咱中间，也是人甲人中间，也是人伫家庭，也是人伫教会内底，其实咱的关系拢是家庭的关系，咱的关系拢是家庭的关系。所以，伫即个家庭的关系内底，咱看见今仔日的经文，搁较趣味来讲即个家庭关系的道理。今仔日的经文是两个主角，一个是上帝，一个是以色列人。今仔日的即个经文内底，咱看见上帝安怎形容伊甲人的关系。伊讲伊创造人类，伊讲伊甲因抱。甲因爱，甚至到人老啊的时阵，已经爸母拢离开的时阵，上帝也阁甲因抱，甲因爱，甲因拯救。我其实足爱即段的经文，因为我已经年过半百吼，嘿，是老太太了吼，所以伫即个长辈哪来哪过去的时阵，抑阁有啥物人会当互咱诚做长辈？其实就是咱的主上帝。所以你看今仔日这段经文怎样去形容上帝甲人的关系？就是迄个母亲甲迄个，毋是甲咱囝哦，是迄个真幼稚的囝的关系。因为只有幼稚的囝需要抱、需要爱、需要直直甲饲，这个中间的关系，这是偌尔啊亲密、偌尔啊水的关系。今仔日的这个经文，甲咱讲一个足重要的真理，就是听的真理，就是甲咱头毛白、喙鬚白，逐项拢白，甲咱已经徛袂直，可能甲咱已经袂当行的时阵，咱犹原是上帝所宝贝后生甲查某囝，这是永远袂无去的一个上水的身份。因为安尼，上帝疼咱，上帝就为咱创造母亲，互咱会搁较深知捌伊的疼。所以，咱过来要对创造、对拯救，甚至对生存的角度，对圣经，搁一摆来了解母亲的疼。首先来讲，母亲的疼就是一个创造性的疼，因为所有妈妈拢知伫怀孕、生囝的过程，囡仔伫咱的腹内底渐渐形成，渐渐大汉，渐渐会晓读。渐渐会晓甲咱互动，然后出世成做一个独立的生命，毋是干那安尼尔，甚至伊会开始长大伫咱的养饲内底，伊开始会独立，伊开始会自主，有家己的意见、家己的想法、甲行动，伊有一天会拥有一个甲妈妈有分别的生命。这个过程实在真正无简单，敢毋是？因为伫即个过程，妈妈其实是参与伫上帝的创造，迄是生命的创造。伫即个过程，妈妈伊爱体会上帝伫创造内底所有会当体会迄个过程。伫世界创造进前，敢若上帝，但是为着要用疼来创造，上帝收回家己。互空间出现，互时间出现，然后才有世界，才有各种的画面，甲咱伫生命内底享受。这就是伊自我的收回，甲自我的限制。每一个妈妈伫怀孕甲生囝的顶面，拢爱经历这一寡物仔袂使食，一寡代志袂使做。像我用破腹生囝以后，一寡衫嘛袂使穿啊。所以，伫即个过程中间，咱开始自我限制，甚至伫迄个过程中间，咱像有一寡代志已经过去，
死去啊！迄款自由无阁有自由，因为我是母亲，伫即个囝即个他者形成的过程中间，这就是舍己的爱，这就是放杀家己，甲家己放落来的疼。毋是干那安尼尔，母亲也伫囝哪来哪长大内底，开始去展现迄个拯救的疼。因为母亲的疼，常常是牺牲家己，常常是愿意放散家己性命来拯救囝儿的疼。我常常讲吼，伫我未结婚生囝之前，我感觉我一定不会是一个太好的妈妈，因为我是一个无介有耐性的人，我个性较急较躁。但是我第一届29点钟生3天，为耶稣死生到耶稣过活吼，拜5生到礼拜日。然后为自然生产生到变破白，囡仔出来了，迄个红红、佮摇摇的囡仔，哇！虽然别人一定无感觉水，但是我感觉伊是世界上水第一等。对迄天开始，我发现佮去讨论妈妈会当替囝来牺牲性命，这个问题实在足无意义。因为所有妈妈抱着囡仔的时阵，这拢是自然而然的代志。对迄天，我开始体会什么是上帝的疼，什么是上帝疼世间人，甚至为因放杀性命的疼。因为妈妈就是安尼疼伊的囝儿，这款的疼是放杀性命的疼，这款的疼是人类所会当互别人上深上大的疼。因为安尼，咱渐渐大汉，咱就对母亲的心就开始看见迄个上帝的疼。咱诚做爸母了后，娶某生囝是嫁人生囝了后，就开始会晓用这个下己放杀性命的疼来疼咱的囝儿，然后搁一摆用即款的疼，倒来疼咱的爸母，疼咱的上帝。最近的洗礼内底有一个足互人感动的见证，有一位兄弟伊讲一项事，讲着伊妈妈的信仰诚做伊得救决志洗礼上重要的原因。伫迄个见证内底上后面讲着一项事，就是迄个兄弟的太太先洗礼前话，伊讲吼，伊讲伊的婆婆就是即个兄弟的妈妈，用伊的性命传福音的道理，互伊的后生得救。即个妈妈用伊的性命传福音的道理，互伊的囝得救。因为伫即个妈妈伫人生的最后，伫咱的安养中心的时阵，伊就开始信主决志，伊就成做上帝的查某囝。然后伊吩咐伊的家庭，爱用基督教的仪式，就是个别礼拜来做最后的个别。所以即个4月底，即个兄弟就安尼讲：4月底我洗礼，5月初我去看妈妈伫平安园的所在，我会当对我的妈妈讲：妈妈，请你放心，囝无去，囝已经信主洗礼。有一天，咱会伫天国，搁一摆伫上帝的家内底相见。妈妈用伊的性命，用伊的死亡，用伊的信仰来传福音的道理，互伊的囝得救。这就是拯救的疼。妈妈的疼，毋是干那创造，毋是干那拯救。妈妈的疼嘛是一款生存的疼，就是放手的疼。妈妈的疼，伊需要伫囡仔哪来哪大的时阵，来甲家己放落来，互囝自由，然后成全因的生命。我常常讲吼，就是甲遐少年的爸母讲，伫囡仔细汉的时阵，幼儿的时阵吼，伊是咱生命的中心，对无？伊若要食，咱就爱互伊食；伊若要半暝三更要吵，咱嘛是爱起来。但是咱是伊的全世界。囝儿看到咱就是全世界，无别项。一个母亲对囡仔幼儿出世，目睭干那妈妈，干那会晓叫妈妈的时，迄是偌欢喜、偌满足咧。但是当咱咧满足的时，代志开始改变，
因为囡仔开始大汉，开始离骹手，开始甚至有一天会离咱的寿，即个家庭的寿，来自由自在，来飞，来健康，来长大，来勇壮，成做一个独立的生命。咱伫中间渐渐老去，咱对伊是伊的全世界，变做伊世界一部分，有一天会变做伊世界的真小部分。这个过程足挂心的，敢毋是？这个过程足难的，因为我嘛咧经历。但是为了成全囡仔，咱愿意，亲像天父上帝愿意。因为咱知每一个人的性命，总是即个人家己的性命，咱较疼嘛无法度代替，就是受苦嘛无法度。所以做一个妈妈爱怎样咧？咱来关心，咱来祈祷，咱来准备好随时帮咱，但是袂使强压伊。甚至有一天，咱开始学一个功课，就是咱来相信咱的囝。相信因会当信靠主来成熟，咱来相信咱的囝，相信因会当倚靠主来成熟，来行出因家己的路。今仔日嘛是主耶稣上天的一个纪念主日，所以咱伫中间嘛会当透过耶稣的这个典范、这个模样来学习。其实新约内底放手。这个典范上好的就是耶稣啦。耶稣过活了，门徒足欢喜。但是耶稣就甲因讲，你爱去，互全世界做我的学生，传福音到地极，然后伊就手一个潇洒不带走一片云彩，等于上帝的道。门徒看天顶，搁来咧，耶稣讲：这你爱做的代志啊，这是恁的使命。但有当时若看圣经感觉耶稣实在有够放心的，因为这个门徒是啥人？这个门徒是进前这3届否认耶稣的彼得，敢毋是？这个门徒就是迄个耶稣就搁活，伊搁望来望去袂相信的多马，敢毋是？这个门徒就是耶稣才互掠，袂知影结果就走了迄群，敢毋是？耶稣哪会遮放心的？这会足平凡，佮常常气角的门徒，耶稣就甲教会教因，然后嘛毋知怎样，10几天了后，因就脱胎换骨，彼得就徛起来报道，门徒就为伊来翻译，然后人就受感动，3000人信主受洗，然后教会就安尼起做起来。所以圣神降临节嘛是教会的生日，耶路撒冷第一个教会因为安尼出世，这就是典范。然后这个教会对迄群平凡的门徒，传互平凡的人，传互平凡的咱，2000年来，教会继续存在到今仔日，全世界的人口内底有33%是基督徒。也是每3个人有一个称呼主耶稣做主，3个有一个称呼上帝做伊的阿爸爸，咱就安尼来学习。所以咱伫生活实际内底，咱来用2个方式、2个圣经来学即个听的关系。第一，咱就亲像主耶稣所讲的大诫命，也是头拄仔约翰一书所讲的。上帝是听，上帝听咱，咱爱彼此相听。因为听是所有上帝所创造关系的基础，若无听，就袂会起做上帝所欢喜、合伊心意的关系。这是第一个，用听做基础，建立合上帝心意的关系。第二，咱爱学使徒保罗所讲的，用敬畏基督的心来彼此顺服，伫伊有所需的所在。这句话足重要，因为这句话头前讲到，咱爱学习上帝，效法上帝，咱爱被基督光照，就是互基督来照光，咱爱做有智慧，毋好做愚妄的人。然后这句话了后，就要讲到夫妻
爸母囝儿甲主人萝卜，也就是咱今仔日讲的上司下属，迄个有管理阶层的关系，这是咱人际关系上典型的三种关系内底，迄个足细节、足实际的假设。也是咱伫人际关系上重要的准则，用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。放伫家庭要安怎做咧？第一，就是咱做囝儿的爱尊重、爱孝敬你的爸母。虽然爸母会愈来愈年老，虽然伊会哪来哪对袂着世界，虽然伊有当时有一天可能会烦恼烦痛，可能嘛袂记哩，咱嘛无一定。但是咱爱尊重伊，爱孝敬伊。做爸母的，咱爱互囝儿自由，毋好用家己的期待来压制因，尤其毋好用家己做袂到的要求咱的囝爱做互到。这是一个较无好势、无健康的关系。咱是爱真健康来陪伴伊，来引带伊，互伊哪来哪成熟。伫过程中，咱的权威也哪来哪无去，但是咱会哪来哪成做因一世人的好朋友。那咱愿意安尼行，就上帝要祝福伫咱甲囝儿的关系内底，成做一生的帮赞。亲爱的兄弟，人活伫世间，会当一直有人通塞奶、靠赖，是偌尼啊幸福的代志。今仔日的经文就是安尼甲咱讲，上帝就是咱的天顶父母。就是咱的天顶母亲，就是咱一生会当靠赖倚靠迄位。有妈妈的囝是真正宝贝，因为爸母行伫咱甲危险死亡的中间，就咱无惊吓，感觉安全。互上帝创造安置伫即款充满疼的关系，会咱偌尼啊幸福。所以今仔日咱庆祝也纪念母亲节。咱来感谢母亲迄个生育、迄个拯救、牺牲、迄个成全的疼。咱来纪念最后所上天，渐渐接近圣神感恩节，咱搁爱领受圣神迄个灵性母亲的疼，互咱努力来成长，也努力来回馈，互妈妈感觉真幸福，也互咱的上帝感觉真荣耀。安尼好无？好，就咱做伙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是疼，你疼阮，也伫疼中间创造阮。想使阮母亲，互阮伫疼的关系来成长。主啊，今仔日为着母亲来祈祷，伫因哪来哪年老的时，互因无孤单。互伊会当有健康、长岁寿，佮充满平安喜乐的生活。所有妈妈若伫家庭内底受伤的，主你就来医治；软者的你就来扶持，互因因为疼的付出，就得到上帝加倍祝福。主啊，也为每一个囝儿来祈祷，互阮会当透过妈妈的疼来认捌你的疼。佮用即款的疼来疼身边所有的人，互人看见阮彼此相疼，就归荣光上帝。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